侧身了，好，成功率会更高，包括他的出球质量也会更高啊。嗯。好球，转回来了，球，高抛。这种球打起来，樊振东就太上他，对吧？确实是，而且也都得需要去拼他，所以这样的话也能看到，给樊振东这个能体现出来樊振东这种水平。大馆以后有一些不适应，但是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逐渐的看变反手发球。跳的，好这种球，开长球跳